2024清水祖师文化节活动，唔但有地方学校社团表演，还佫有在地美食，不只受到民众喜爱，来参加的庙师嘛袂少。因此，四昆新龙山市特别办理庙师博物馆研讨会，带领大家来认识宗教文化和传统工艺之美。来此吼，咱台湾全省吼，北中南甲宜兰拢有，嘛有邀请到吼邓兆聪老师，也甲到即个台南大学的教授，甲迄个潘月雄大师，来共同来大家来共同来研究来检讨。台南市长黄伟体嘛受到邀请出席参与。除了感谢四昆新龙山市的用心，嘛表示伫锣鼓叱咤以及热烈阵头的背后，透过庙师之间的交流演习，让宗教文化会当延续重视，让许多供奉清水祖师的宫庙，他们能够彼此多了解这些文化上的意涵。同时，许多宫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，而且价值不菲的国宝或镇庙之宝，透过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这个宫庙博物馆的串联，所以让许许多多的社会、民间以及学术界的朋友可以多了解。四昆新龙山市高达有300多栋的历史，是全台第一座上早主菜清水祖师的庙宇。庙内为门神彩画、纪念等等，拢是值得保存的传统工艺。庙方期盼借着研讨会起到带头的作用，让宗教不只是信仰精神，嘛是文化传承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